陈子琪，你等一下啦。我案件好吗？是阿爸，唔去做工就唔記得去用嚟運通咧嘿。好啦。 哎，什麼唔當對台灣來看愛？唔是好意。從台灣到韓國有冇動員？為重要，我都做得。宣傳。我想愛嘅係要動到，我想證明俾大家看，我唔單止喺台灣，唔單止喺韓國，還喺亞洲稱讚嘅球員，我可能還愛家人爭做地完成夢想。到時我轉到台灣。 你還會數留我嗎？等我轉台灣，你去攞我結婚嗎？大家有聽到冇？陳子琪佢講，佢會讓我結婚啦！我會結婚咧！你當吵呢？陳子琪，我先講哦，我做婚咧。 阿玉，你看，再往右边一点，帮忙卡位啊。我记。宝贝，教练隔壁人其實蠻多的，不過唔怕，因為因客廳打面冠軍賽的，鼓手對海豐嘅比賽。之前比賽的時候，你們是誰陪錢立新去醫院的？我。OK， 很好。懷孕9週，請假單上面寫的是腹痛。隊長，請問你知道這件事嗎？知道。抱歉，我應該告知你的，是我的錯。公司已經開除錢立新了，如果之後你們還有人違規，我一樣不會手軟。為什麼？學姐又不是不會回來了，為什麼要開除她啊？合約上有寫啊，第4項第3條，學
球员无故旷职，甲方有权终止合约。可是学姐对队上很有贡献，因为她我们才可以打进冠军赛。我觉得公司应该再给她一次机会吧。够了吧？公司已经做出很大的让步了，而且安东没有必要浪费钱在一个不能打球的球员身上。学姐明年可以回来打啊！你们大家听清楚了，公司内部会议结论，今年不会提前解散球队。不过呢，你们各自合约到期之后，我们也不会再续约。什么意思？公司为什么这样说话不算话？那杰森哥辞职算什么？你们以为经营一间公司很简单吗？不然海峰干嘛要退出中华队啊？你说的这么好听，不都只是为了公司好？当然要为公司好啊！公司在人在，公司不在，你们谁也别想在。公司没有照合约要求钱立新赔钱，已经很不错了。你们自己好好想一想吧。我讲完了。到底歹勢？又唔係唔跟唔錯嘅。子琪教练你好，我是安东目前的战代领队 Jennifer。杰森他因为一些个人因素已经离职了，所以这个职务现在由我战代。我看了一下杰森留下来资料，您目前还在试用期，不过因为公司对球队有其他的安排，所以我想要来找你先讨论一下提前结束合约的事情。两个，好，拜拜拜拜。要做地人向用按闹呢？唔通唔知做乜解超人來抗球？上荒谬的反丧尸，还会重天呢？林通，你疯了吗？你真的觉得这样有用？还是你觉得这场无关胜负，所以可以这样乱搞？决定权在你们，不管你们要不要参与，我们安东一定会这样做。林通，教练还忙转来的，因真期唔是先老佮讲哦。唔过按呢，敢真嘅唔怕。因每本球迷妈无啦。唔对，喊你个踩踩踏踏哦。大家都同意，要摆给行通张有意义的。冠军战已经确定是由安东飞鹰挑战海丰虎鲸的连霸之路，而这场比赛感觉会是一场前哨战。没错，我觉得这两队应该都会利用这场比赛来试探对手，或是尝试一些新的战术。球评，你有感觉到安东的气氛格外严肃吗？或许他们不打算练兵哦，想要在季后赛之前就给海丰一个重击。比赛要开始了，开始海丰拿到球权，由李佩文组织进攻。感觉今天好像反而是海丰比较保守哦，球目前都只有在外围传导，并没有积极进攻切入。对啊，时间都快到点了，还是这是什么新战术啊？而且安东的防守明明就也没有很压迫，有点没有看懂哦。这两队是有在藏吗？搞什么东西啊！暂停！暂停！战术板。没有暂停，继续。什么叫做没有暂停啊？时间所剩不多了，要赶紧出手啊！
进攻时间到了，24秒为例，海丰直接把球权让给了安东。海丰的教练在旁边气得跳脚啊！李培文他们好像是故意的吗？安东的球，但运过半场之后也只是盘球，感觉他们也不打算要进攻，想把时间耗掉，这真的是太离奇了。两队难道打算就这样打完整场比赛吗？不确定耶，这种状况我也是第一次看到。打什么东西啊？球迷都快坐不住了。你在搞什么啊？暂停！海丰又是一次24秒为例，记录台先暂停了比赛，看来是要讨论一下对策了。等等，安东的球员突然跑到场上，看来真的有什么样的计划哎。大家，毛主3点，我想向大家，你习惯对每下起架，一开始，迄味道冇该打球。迄因为中意篮球，行迄想要证明自家，行迄想要有一份稳定嘅投入，做得照顾我家人，只有也下安尼，会安尼继续打，讲真经有意义。会请大家想一下。去甲按中意打球嘅原因，迄嘛该的。你敢有人来尊重迄牙喙款？你敢有想到你球场方面做在是应该？阿云，人强下洋球，系世界轻松有嘅事情。我是陈友君，新北科大毕业，大四后抢多多自高。安东，安东，停卡，安东，三零，安东，停卡。要哪专业啊？我就上爱继续打，要咩迄一分条路啊？真勁嘅，我只會同佢打球咧。阿公，你捱多多錢咧？嗰兩唔搬多一陣，條錢有害，又有你條嘅素材，唔一定會好。 안녕하세요. 저는 장문신이라고 합니다. 대만에서 왔습니다. 姐，我现在试试看，再1年如果没球打，我就回家。哎呦，你不要理爸妈，你就留在台湾，越久越好，知道吗？ 姐，你怎么没有跟队友出去走走啊？搞自闭哦。哦，很累，想家了啦。我们说好要一起打的，这么快就认输？哎呦，反正啊，在我还没放弃之前，你不可以放弃哦。知道了啦。 阿
是安样。来抢个上海本有地，唔喜散的。过来。 呀哈，来讲每一摆，组地参加一摆行通街抢徛数。安东，加油！我们是球员，我们要打球！我们要打球！我们是球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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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要打球！我们是球员。我只是觉得，在海丰当一个身不由己的球员，应该很不快乐吧？我们是球员。 是球员，我要打球。我们是球员，我要打球。我们是球员，我要打球。我要打球。我们是球员，我要打球。看来今天可能会是台湾女篮一个不平静的夜晚。我想球员应该真的是憋不住才会出此下策。那就要看蓝总这边要怎么样回应了。 谈谈刚才的比赛，你们是原本就计划好的吗？安东真的要被解散了吗？海丰是被你们怂恿的吗？这件事情我们已经决定好了，我们就是要这样做，没有人可以改变。球员现在不接受访问，谢谢。您就是新来的领队吗？什么时候安东会正式宣布解散球队？以及公司已经开始跟球员进行协商了吗？带大家去办公室。谢谢。等公司和球员厘清状况之后，会跟大家说明的，请不要担心。 我们不是故意要摆烂的，是公司蓄意糟蹋我们。我们不会妥协，也不会抛下任何一个队友，更不会抛下我们热爱的运动。我们是运动员，我们会坚持到底的。啊，没有喂！老皮整，老皮整，我哪出事哎？用诶。 暗东我计三球吹，害我海防嘅球员免唔爽去推出总发吹嘅事情，故说佢都要遐巴帅。大家真挺动感嘞。OK， 今天大家都辛苦了，有勇气搞这一出，应该就表示你们已经做好跟公司一刀两断的决定了。 桌上的协议书没有问题的话，就签一签吧。这事情蔡董知道吗？蔡董知不知道，与你无关。就是我。真正唔系安用讲嘅啊，要圆马盖。乙方罢赛导致甲方名誉受损，甲方有权终止乙方合约，在干嘛？要解约哦。 还讲唔知几条有记撒网章有根本嘅，就唔会按简单讲嘅记三体去求吹咧。你有没有想过是谁造成的？要是你一开始有好好带队，他们至于落得今天的下场吗？我是不知道你有什么立场可以在这里跟我讨论。麻烦一下，送蔡前科长下楼。杰森哥，麻烦你。
唔对，唔系向外无好吗？向外无出跳，唔对按跳，你唔会连跳一支球吹都无攀吧？走，唔系几条去两吹诶，应该报复几条。OK， 俺们共生。好了，没有问题的话可以签名了。没有什么好签的啦，你们要我们走，我们也不想留下来。走了。来。太傅，你有枪吗？唔对，枪的吗？唔对，有枪吗？林头。当然无啊。冇啦。迄个对不起，唔对啦。迄讲哦，爱做地下做条的老翠风来起来。唔着做球员嘅，真紧吃到梦球好大咩唔怕嘿。故说无支持爱着，系无？爱支持唔着，唔过爱无支持唔着用亚种做法。唔过记着根本就无落安东边准做一回事啊。啥够用诶，都爱留一线啊！要下劳公司咩都按呢，光quyền稅愛用架啥？幾年嘅大兵都打拍行咧嘿。記條老人轉做係倒出來嘅呢，做嘛甲因一定會談公司嘅。2000大球嘅人，唔談公司嘅，愛談萬人嘅。一定會一是公司，漳州的大球。大家，莫緊張啦吼！雖然啊，捱未當緊張，不過等下。哎呀，有事情啊，加油一下。好啦好啦，加油一下啦。安東，唔錯唔錯，應該講邊吹邊吹邊加油！省啥啊？過一拜過一拜。比加油，比加油，比加油。于是基于以上种种理由，我在这恳请副理事长及各位委员，能够了解我们球员们的困境，准许我们飞鹰成员脱离安东，成立自主队。我们将会自己处理自己的生计问题，还有营运问题，绝对不会带给蓝总任何麻烦，绝对不会造成任何麻烦。各位，这个先例一旦开了，那联盟岂不是变成一团乱了啊？都先坐下吧，坐吧。像，我是觉得球员们说的也不是不可能啦。你想想看，我们以前还是球员的时候，哪一个不想为自己打球？副理事长，我知道你不满我们这批老人不敢撑住海风。不过那天你明明也在场上啊，还刻意的消极处理。你确定这样 OK 吗？啊，你就不怕人家笑话我们女篮联盟啊？是啊，不过学长，如果我们因为这样缺少了一队，而联盟被迫解散，那我们就真的变成笑话了。
好啊。那如果你们要成立自主队，就必须拿出相应的决心。新队成立保证金200万，消极比赛罚金150万，通通都不能少。你们必须保证3年之内不得解散。罢赛风波后，安东队员们今天到中华篮总申请成立自主队，但陈子琪教练却没有到场，是跟球员意见相左，还是有其他的生涯规划呢？据传，韩国国家队有意招揽陈子琪教练加入教练团。对。啊？那些都不能动，是不是？好了，不然这样子啊，明天早上一开盘哦，你把我的0050全部市价卖出。对。啊？我之前都已经卖光了。哦，那好吧。讲真经的，唔好讲买东西总钱啊。其实，咱也哈，咱唔系唔计接应啊。韩国就算亚拜有加斗，哈拜的，哈拜的。啊，爱真经啊，董向封神一拜。你那天跳上桌子，就很封神嘞。黑猫。喂，张奶茶是不是？敢接电话是不是？你们打女人搞什么鬼啊？凭什么啊？罢赛嘞，在路上就不要给我遇到啦！今天不一定，还去天发。我讲。全部关机，佳佳。太甲歹势啊！拄迄眼无想到休过，就等唔着巴西。来正经，唔知个我妈介啊！俺用我迄5个字，你还用太甲给听啊？错啊！你要黑马该裸针头哦，唔答应却表示人家台湾承担，台湾负责，因为唔去解保。不过也哈，做唔着转去运动，自家自吹，要无希望啊！也好用着，马该拄无咧。用过无？俺还有请我一个篮球啊。系啊。老师啊，大家加油啦！老师请他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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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安东！加油！依婷，到马来西亚要开开心心哦，我会去找你玩。喂，有没？什么太假了？不是哈伊。一下无球好打嘞，加教练嘞。竟然迄个勇士，天后教练给伊，亲贤上斗的教练。公司应该老记讲，既有个事情嘞，球员无咧，咩无可能有教练。希望教练唔会很硬。
唔对吼，唔是替西游记啦。其实呢，我有听讲，佮参加嘅经验啊，迄阵去犯过啦，一枪哦，용인 친기. 내일 경기는 네가 없어도 상관없는 거 아니야? 죄송합니다. 진짜 무슨 일 있는 것 같아요. 내일 가장 일찍 뜨는 비행기 타고 가봐야 할 것 같아요. 아, 뭐 때문에 그러지? 뭐야, 그 선수한테 문제가 있는 거야? 아니면 회사에 문제가 있는 거야? 아니면 우리가 너 스카우트 하려고 그러는 거 그쪽에서 눈치채서 그러나? 죄송합니다. 지금 상황이 정말 어수선해서 저도 잘 상황 파악하고 보고 드리겠습니다. 지금은 애들을 그냥 둘 수가 없어서. 그렇지. 다정한 사람은 성공할 수 없는 거야. 이 말은 애초에 네가 한국에 남아있기로 했을 때 그때 네가 한 말이야. 기억나?表弟，釜山通讯陈子琪选手，蝉联冠军光荣引退。都在准备好转呢。这么该啊？丢脸呢。对了，你在球队还要待多久啊？宣城，张总那边希望我留下来当教练。他说先从釜山通讯带起，之后有机会的话，他也会安排我去国家教练团。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。不过，还没讲好嘞，就打到这个阶段了。陈子琪，你有在意过我的感受吗？我该啊！我现在不就是在跟你沟通吗？沟通，从以前到现在，有哪件事情你先找我讨论啊？哪一次不是我配合你？你被同意，好吗？你来韩国就是要跟我说这些吗？还讲我头顶咧，竟然当歹势。亚哈张上道，小啥好长嘞？修黑美，你看。同志，太甲，沿等下变收好，向下落去装相片好无？好啊。好啊。我们教练叫他来无？算的啦，下晡4走都请的呀。要么该啊？
目标做韩国最教练，转台湾带安东创造奇迹，去到中华区教练团，带中华区带让韩国区，本韩国篮协好看，本记着上爱情爱转去，爱大英幕，佮讲。 佢做乜解？我入流做韓國吹教練話題啦。因為騙人無限期啊！這樣事就人哋講，佢哋韓國因為係台灣人，十分人看嘛，來看佢去上來報一隻數啦。我說教練都講老人尊重係跳板係麼？真心萬無情。我知道。 总唔得安尼讲，就看。君子，教练迄条丝爱人唔要都发现呢。君子，教练爱唔较少面条的，不用轻松啦。还有恁查子，教练顶清朝咧。教练今日迄动用心对的啊。 得3年幾年生，本單手有7家嘅目標，本單手無可能永遠去向下。幾隻時間係真心真意嘅手好嘅。錯。好姐，有五哎。 唔止田講人啲那位嘅人，還有心情來呀看風景。好姐，其實呢，你先講啦。也很用誒，接下來有乜嘅打算？ 其實我咪去來攞唔講一件事情嘅，中華區、老韓國區都要請我，我真經唔知我用嚟做，我真經冇想過獲得任何一件嘅。你係陳志奇呢？唔用為唔對。 當然係先對唔親好嘅啊！我想去知道，既然都行一條千古時嘅路咧，既然超麼行一半停下來，哦，別人的眼淚，還有你自己的眼淚，慢你 open。 想當孤人，真心還隨便亂放，是要吸引嘞。唔掉都看嘞，看嘞啊！文筆懂茶，果然是韓國人，騙唔嘅啦。大家搶有款條錢，你對哪條嘅分析？後面寫着像國中作文，我要嫌大家。 唔好條筋踢到，唔好條筋踢到，故實行睇遙看啦。哦，老師講好呢。講真件呢，唔該好好寫哦。跟他一样就好。那我就直接说重点了。总之，蓝总那边不可能什么惩处都不做，就让安东自主成队。
该罚多少，该缴多少，一点都不能少。所以，现在就要看他们的决定到哪里了。那林彤呢？蓝总不会单独惩罚他吧？起多年了呀，你还是那么在意他？你放心，他个人惩处的事我已经压下来了。案子谁？不会害到你吧？陈子琪，我现在还有比这些更迫切的事情要跟你说。要你回来带中华队的事，我和老师到现在都没放弃，你敌吗？顾守，你要知道，如果这次中华队掉到2级，联盟中剩3队，那下一次还能不能够凑到人去打，我不知道。未来女篮的动向会怎么样，我也不知道。更何况，现在舆论的反应比我的预想还要糟，你敌吗？我其实……你比较想要带韩国队冲吗？陈子琪，球圈就那么大，你真领自头台湾唔敌哦。你也是唔敢赌，那就会按那个冲吗？中华队的事情我会考虑的，但不是为了让你看得起我。身为安东的教练，我对于球员们的遭遇感到痛心。你们这些人每次都在问为什么台湾运动这么烂，我就问这么不团结怎么可能变好？安东案呢，惠丰案呢，南坛案呢，几十台湾咩迄案呢？技术案呢，那有可能有乜个东西做咧长期培养？爱到有那有可能变强。季赛还没有打完就无故解约，照我之前开的条件，该有的赔偿要有吧？不好意思，你等一下，你说什么？我要我的违约金，1年，再加上这个月的薪资，帮我汇到这个户头。你们该抵制的不是球员，是那些把球员当成免洗筷的人。球员讲刺架是有乜该迄权利，唔对杀讲几条，唔抵你无满足，唔对老安东惠丰，这条鸭蛋有乜该无强用啊？错，俺就会叛国贼。不过我比你们这些只会躲在键盘后面的人有用多了。我哋要去宣布，我陈志奇要放弃韩国队嘅邀请，这中法5人嘅教练，带领中法队第110清辛苦嘅时间，向下团结，我哋一定会答应所有只需我哋嘅伤，答应110咱队要死嘅环境，得当到所有人嘅尊重。